消息方面，交通部长林佳龙伫人民车顶头宣布，中华邮政员工要加薪1%甲3%的公文已经批好了。不过，因为中华邮政92年公司化了后，分做新旧制员工，有基层员工就讲做同款的工课，所领无同款的薪水，嘛也是有的。亲像是同款拢是内勤，同款的这工作内容，加级说是差4805块，另外外勤嘛是差将近2500块。统计有上万名的员工拢有这款的情形。台湾邮政产业工会就打算后个月要来发动着真正的活动，交通业表示支持强调讲缩小非主管人员的薪水差别，会是后一个阶段努力的目标。来宾917号。交通部9月送红包，中华邮政的员工加薪1%到3%，影响26000人，预估一年要加5亿元以上。交通部长林佳龙搁伫人民车顶的宣布，加薪的公文批好啊，上紧后个月就会实行。基本薪水按照年资有无同，毋过伫加级的部分却差真济，所以嘛出现争议。有基层的员工宣讲，做同款的工课领无同的薪水的情形也是有。一样2个柜台，2个是一样做同样工作，但是我有这个4805，然后他们92年后来进来的就没有。津贴的部分怎么会你有我没有？邮政产业工会按算后个月要办真情行动，看卖啊比较多。92年公司化进前的员工，内勤有4805块的加级，啊公司化了后才入去的煞无加级，等于是差4805块。外勤的部分，驾驶津贴2000到3000，大家拢有。津贴的部分，92年入去的有6005块的职务加级，不过92年了后，煞干那剩3535块的收到津贴，差别2500块。今年用文会不足，所以没办法，今年没办法做。那希望我们明年要去用文会如果足的话、容许的话，我们明年会把它完成。员工抗议无公平，交通部表示支持。林佳龙嘛伫人民册铺文讲，敢是主管人员的薪水调较公平咧，是伊后一个阶段的目标，未来嘛会全面检讨来做调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